Hello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我这个就是连舞铺的时间工厂开始连舞铺，三星工厂还开始。哇！唔係啊，係自己吉爆㗎，唔係整爆㗎。喺度明係自己吉爆咯。為我哋揀禮物先，我想揀13號啊，大聲，13號。13號係 Dapdo 深層護髮，淡斑導入精華1毫升30支裝。哇！80，我買過啦，之前。89蚊啊！買過啦，之前。跟住俾咗婆婆用。我呢個大師兄啊，所以大師兄啊，因為大師兄唔係獎門人咁食㗎，呢個係大師兄咁。係啊。唔好搖啦！唔係超級無敵。咁之後會唔會有錢嘉樂咁嘅仔？你搖嚟做咩啊？大師兄係錢嘉樂。哇！68。咩？之後整個長師兄咁嘅仔啊！無線雙軸滾刷吸塵機1部，參考價1398蚊，大師兄嘅價698蚊。4號係 Xpower 食大麻食4輸出旅行充電器，參考價199蚊，大師兄咁嘅價係149蚊。12號係 Twist Bond 專櫃魚子深層緊緻換膚水200毫升，即係199要。980蚊，大師兄咁嘅價係199蚊。做機嘅咩？我撞單子啊！好靚玩，梗係啦！我哋身為公眾人物啊嘛，本命好緊要啊嘛，係咪啊？好，由周家樂開始先，周家樂，周永權，好卡。朱海婷，陳瑩，係人都識你啦。我幾廿年嘅對手，好啦。林博來。林博來㗎嘛，佢係真係叫。唔好咬啦！你係咪黐咗線啊？成日咬，有冇咁癲啊？成日咬都已經冇嘢咬㗎啦，係要咬。李文芳，何永昌，阿真生，你自己全名。曾錦生。周家樂，李君賢，朱海婷，陳瑩，同好耐，許家豪，梁文巧，黃子恒，吳杏美，朱文海，李文芳，何永卓，曾錦生，係啦，你係邊個？真係要錢嘅人，再玩多一次，我不服。哎呀！好綠啊！哎呀！連舞鋪啊！黐線有咁綠啊！再來舞鋪。好鬼死綠啊！啲華沙片。哎呀，唔係嘈啊！喂，好
嘈好唔好啊？喂，咩事嘛？ 1m32啊！做咩啊？你坐好啦！腰乜都防啊，大佬啊！叉燒，叉燒嚟，辣叉燒咯，好味嘅。好味喎！勾啊，點會區啊？上次冇區嘅，個讀音咧就叫勾。區永權。唔好嘈啦，聽緊嘢。你做乜嘢啊？嗰叫金雞。真嘢啦，我覺得都唔貴啦。俾你哋玩啲新嘢。好啊，就交落去啊，一個字嘅形容詞。形容自己嘅。你哋諗下太容易咪好容易俾人點上。係啊，係要諗啲複雜啲喎。一個字啫啦，一個字先複雜。型啊！即係呢個願望啫。叻啊！頭大大雞扒。喵！哎呀！咩嚟㗎？指天椒啊！咦，好辣㗎，好鬼死辣㗎呢件事，好鬼死辣㗎。咩姐姐？哇！
OK，你一個字都我覺得太容易啦，俾一個新嘅題目俾大家，兩隻腳嘅動物。好，張伯樂先。人，將你起出嚟，多數你我唔會撞機㗎，係人啊，你人不分。仲簡單，烏雞。雞真係我都係黑白嘅，企鵝。企鵝啊，好嘢，有咩？咩袋鼠咪兩隻腳嘅咯。暴龍都係兩隻腳嘅，諗咗我諗嘅嘢添。咁速龍啊，速龍，你哋諗咗啊？速龍偉德學得籃球喎。斑鳩，唔係粗口嚟嘅咩？斑鳩。袋鼠啊，真係好啦，正式。馬家見學啊，雀仔咪係咯。雞鵪鶉。雞望住講頭水，望住我講分子啊。鴕鳥啊！哇，好難記嘅喎，大佬。可以知啊，鉗。自己人住啦，都要食㗎。咩啊？佢係斑鳩啊！斑鳩啊！白痴，你自己上網睇下啦。溝啊！發發電。但佢字係圓。哇！你唔好咁核突啦！核突，你咁樣唔係核突。係四啊，69，69，nice。海陸三場398蚊，大師兄咁隻價係260蚊啊！16號係 Doctor BSC 極高濃度咖啡因眼周精華36色，參考價997蚊，大師兄咁隻價係9號係海天堂龜苓膏禮券2張，1套參考價100蚊，大師兄咁隻價係55蚊。我揀24號。24號係 Happy 超迷你真無線藍牙耳機1部，參考價248蚊，大師咁隻價118蚊。OK，有冇28 28號係12倍超濃縮熱淨3D 洗衣粉，10粒裝2件，參考價218蚊，大師咁隻價59.9，1號。1號係松福堂紅棗洛神花水500毫升，參考價30蚊，大師兄咁隻價係19蚊。多謝晒，我哋下一個嚟啦。提提大家，掃一掃電視上面大師兄咁計嘅 QR code，就可以快啲喺輪住買揾到心水貨品啊！我係飛烏龜。我係飛烏龜。大猩猩。你見過嗰種動物，你應該曾經摸過佢，你曾經坐過。狗狗咯。因為馬不停蹄。馬不停蹄。馬不停蹄。叫其中一位嘅人起身。
青竹蛇。水蛇春咁長。唔係水蛇，答案係我呢個標準答案。青竹蛇咯，3個字啦。青竹蛇掉嘢答案有3個字。字數字數最長，字數最多，亦都係最長呢個呢句。係咪？周家樂。哇！最緊要答到問題，係咯，答請啊周家樂食街飯。周家樂。好，呢條 IQ 題係關於生果嘅，生果題。檸檬係最驚咩生果嘅咧？好，舉手。3金桔。點解？因為驚金桔。好。我知啦。答案係金。點解？因為金會吉個檸檬。金桔檸檬。開拳唔使擰轉面啦，出嚟啦！老師開我，俾面你啊，最佳主持咯。得翻2個東張啫喎。金桔檸檬4個字加埋喎，你有真係。桔檸檬。金桔檸檬。